各位优秀的老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好，在我们课程开始之前呢，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刘孝平院长在这14年以来的历程。我们的刘院长就是我们站在前面的老师，他是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也是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是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组委会主任兼秘书长，也是我们湖南省湖湘交流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云山书院、北山书院，还有我们湖南省靖港国学院名誉院长，也是我们中华经典教育的杂志主编。也是全球中华文化经典教育专家，儿童心理学专家，长期在高校担任心理学、学校管理学、领导学、决策学、组织策划学、经济管理学、论语、大学、中华文化概论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编和参编的专著有20多部。那么刘院长呢，从98年开始一直研究和推广中华文化。那么在这14年这个历程里面，经历了很多的艰苦和磨难。但是，我们的刘院长也是我们的老师，他矢志不渝，为了将中华文化弘扬到海外，为了将中华文化弘扬到祖国各个地方，在全国各地进行了300多场讲座，也指导了200多所学校进行中华文化经典教育工作，可谓是硕果累累。但是在祖国的今天，在全球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的任务仍任重而道远，所以需要各位老师的共同努力，共同推进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好吗？好。现在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刘院长为大家分享他的经验。我们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经典老师、各位朋友，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向大家汇报我们开展经典教育的一些实践和一些体会。我们今天来的各位，特别是我们台湾、香港朋友，有一些前辈，有一些老师，已经长期来在做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晚上我们专门安排时间和大家交流，特别请我们台湾的朋友、台湾的老师向我们介绍经验，全国各地来的老师相互交流经验。今天上午我是向大家讲第一课，汇报第一课。这一课的题目叫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一个大纲，整个教学教育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汇报。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全世界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人类进入了新的时期，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时期，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全世界需要我们中华文化，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需要弘扬传统文化。那么现在看，我们全世界都在学习、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首先给大家汇报第一讲：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形式，叫做形式篇。大家，我们来做经典教育的所有老师，一定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世界的高度来看待我们今天从事的经典教育的形式、经典教育的意义。你看，国外掀起孔子学院热，掀起汉语热，掀起中华文化热。韩国率先建孔子学院，我们教育部长亲自去授牌。日本建孔子学院，温家宝总理亲自到孔子学院和学生一起读经典，还一起打棒球，一起搞活动。柬埔寨建孔子学院，英国建孔子学院，英国已经建成孔子学院25所，25所。法国建孔子学院，澳大利亚建孔子学院，新西兰建孔子学院。我们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亲自给孔子学院授牌。芬兰建孔子学院，瑞士建孔子学院，美国建孔子学院。美国已经建成孔子学院世界第一，85所，85所。现在我们到美国还有2个经典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了。美国联合国办公大楼一进大厅8个字，原来是一句话，叫做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句话改了，不用这句话了，用什么呢？用我们孔子、我们论语中的8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看，全世界人办公，以我们中国文化作为总的指导思想，是吧？先读了我们《论语》的8个字，中国文化的8个字。